111年地价税已经开征，缴纳的期限是到今年的11月30。如果有办理金融机构转销，一定要注意销户的现金是不是有够来扣缴。若无办理自动扣缴的民众，嘛会用利用超商、网络或者是电话、信用卡等方式来缴纳。如果是现场缴纳的话，可以到就是金融机构，然后就是邮局不可以缴纳，然后或者是到便利超商，便利超商的话就4大超商，那可是它金额有3万块的限制，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到那个 ATM 的话，自己去操作缴纳。而以上这个方式，这3种方式的话，都是要现场去缴纳。那因为现在的话，就是说疫情的部分，我们其实可以在家里的话，就可以轻松来缴税。那我们可以透过电话呢，或者是网络啊，就是用信用卡、金融卡，或是活期存款账户的话，来做一个缴纳的动作。或者是我们呢，就是可以透过就是用你的自然人凭证，或是已注册的那个健保卡，或者是说你的行动自然人凭证，然后你就是透过那个网络的那个缴税服务网站来做一个缴税，或是地方税那个网络申报作业网站的话，做一个线上查缴税，或者是说你透过了行动支付 APP 或是电子支付 APP， 就是这些服务业者他们的 APP 来做一个网站的一个缴税或者是说你就直接扫描你的税单上的 QR code 就是直接就是连接到一个网络的那个缴税服务网站的话，直接来缴税。以上的话都是不用出门，就是可以很轻松的缴税了。市府财政税务局的科长呼吁，民众一定要伫个缴纳期限来缴纳，如果超过期限，每3天将加征1%的抵纳金，相关到10%。如果民众无收到税单，或者是税单遗失，嘛会用到财税局所属的各分局，或者是事务所来申请补发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